哇！真係灌注咗啲精彩落去啟德飛步跑啊！今日嘅啟德飛步跑，亦充分體現我哋喺社區推廣運動精神嘅努力。今年再度舉行，更獲得多個合作夥伴鼎力支持，令活動成為九龍城區年度最具規模、最具代表性嘅跑步盛事。我哋好開心 AXA 安盛可以贊助今次呢一個啟德飛步跑，希望大家一齊加油，創造最佳成績。No You Can！今年咧係我哋啟德體育園第2次舉辦啟德飛步跑，跑手嘅人數咧係比舊年已經增加到4000幾人。我哋喺呢個啟德個海濱為跑手咧帶嚟一個非常之舒適嘅一個環境。過去咧，我都有機會咧同飛躍啟德一齊去合辦多項嘅活動啦。透過運動咧，可以更加熱愛我哋嘅社區，更加熱愛我哋嘅香港，亦都能夠達至到一個健康嘅心態同埋一個健康嘅身體。我覺得今日嘅氣氛都好好啦，嗰啲風聲推住我咁衝線啊，同埋個賽事非常之大型咯，都好多人打氣，條賽道係好好跑嘅。我覺得開心嘅，因為咁今日係跑海旁啦，係好享受嗰個風景。我會下次再參加啟德飛步跑嘅。